我點食 Oreo 啦。首先一擰，跟住一舐，再一浸。媽咪話 Oreo 咁食最好味，睇你都學唔到噶啦，飲奶啦。只有 Oreo。唔知大家對呢個廣告有冇印象呢？擰一擰，舐一舐，浸一浸，然之後先嗒個餅乾嘅。冇錯，呢個就係 Oreo 啦，亦都係我哋今日要講嘅品牌。Oreo 嘅餅基本上好多朋友仔都係由細食到大噶啦，兩塊黑色嘅餅中間夾住一啲白色嘅夾心，大家都認得佢嘅。但係如果我同你講 Oreo 其實係一個抄襲翻嚟嘅山寨品牌，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其實1912年出世嘅 Oreo 其實唔係原創，佢係抄襲另外一個更加早出現嘅餅乾品牌 Hydrox 先係真正嘅原版扭紋奶油夾心餅。但係點解最後嘅贏家會係 Oreo？ 點解而家90%嘅人都唔知道 Hydrox 係咩？今日咧就會由頭到尾去同你拆解一個抄襲品牌點樣可以一步一步成為全球嘅經典，到最後年收益達到40億美金。呢一個絕對係一場有關於品牌定位同埋心理操控，亦都同資本力量有關嘅最佳示範。時間嚟到1908年，美國有一間餅乾公司叫做 Sunshine Biscuit， 佢哋推出咗一款革命性嘅商品，就係兩塊深色嘅朱古力味餅乾，中間夾住一堆白色嘅奶油，而佢個名就叫做 Hydrox。呢個名聽起上嚟咧，其實有少少似清潔劑嘅，係啦。而呢一個名亦都係佢其中一個敗筆之一啊。Hydrox 呢個名咧係嚟自 hydrogen 同埋 oxygen 嘅，想俾人一種感覺咧係乾淨純潔嘅感覺啊。但係一般消費者聽到其實只會諗起一啲即係可能漂白水或者係清潔用品嘅啫。而技術上嚟講 ，Hydrox 先係真正第一款朱古力味奶油夾心餅，而佢嘅餅身咧本身係比較硬少少嘅，奶油味都冇咁甜，整體嘅味道咧其實係更加濃郁嘅。I'm a Hydrox cookie. Hydrox. 1912年推出 Oreo， 個名咧據聞係嚟自 Ori 或者係法文嘅 Or， 總之俾人一種高貴嘅感覺。外形咧就係兩塊朱古力餅中間夾住啲奶油，味道咧稍微甜少少，奶油亦都滑少少，但個結構咧基本上係一模一樣嘅。而當時咧亦都冇而家咁嚴格嘅版權法，而且食物嘅配方咧其實係好難告得入㗎。而 Hydrox 其實係有告過呢個 Oreo 嘅公司㗎，而且佢哋唔係淨係告過一次，而係呢一場跨越差唔多成個世紀嘅多次法律訴訟。講翻1912年啦 ，Oreo 咧推出第二代嘅餅乾，即係大家而家熟知嘅朱古力味奶油夾心餅嘅時候 ，Hydrox 嘅母公司 Sunshine Biscuit 咧即時就露光㗎啦。嗱，你諗下，我1908年已經賣緊嘅產品，喂，你4年之後就抄到十足10年，個花紋都同我差唔多。我點可以唔告你啊？於是咧 Hydrox 就正式入稟呢個法院控告呢個 Oreo 嘅母公司侵害專利同埋商標。咁但係結果咧就梗係輸咗啦。原因好簡單嘅啫，原型本身係基本嘅形狀，就唔可以申請專利嘅。而餅乾夾呢啲奶油嗰啲其實係基本嘅食物加工方法，亦都唔能夠申請專利嘅。換句話嚟講，亦都成為咗 Oreo 嘅免死金牌。法庭認為 Hydrox 雖然係第一款產品，但係佢構成嘅元素就係兩塊圓形嘅朱古力餅中間夾住啲奶油，太過基礎啦，好難同你申請專利。換句話嚟講，你 Hydrox 係第一個，但唔代表你可以壟斷成個類別噶嘛。咁 Hydrox 當時一定好唔忿啦。但係法例就係法例，呢場官司之後 Oreo 咧就合法地繼續賣佢哋嘅抄襲版嘅餅乾，而 Hydrox 亦都無能為力。雖然第一次嘅訴訟失敗，但 Hydrox 其實係從來都冇放棄過嘅。喺跟住嗰幾十年入邊 ，Hydrox 持續用唔同嘅法律途徑去挑戰 Oreo， 例如包裝啦，或者係超市貨架嘅擺位等等，但係都一一失敗告終。咁點解 Oreo 可以贏呢？首先第一，品牌名已經定咗勝負 ，Hydrox 聽落真係太似清潔劑啦。Name Hydrox. Don't forget Hydrox. Remember Hydrox. 而 Oreo 咧比較簡短，讀音亦都比較可愛。一個好嘅名咧，喺超市貨架上其實可以差好遠噶。第二就係 Oreo 母公司嘅渠道優勢。Oreo 母公司 Nabisco 當年係美國最大嘅餅乾公司之一，擁有住極強嘅分銷網絡，
而 Hydrox 嘅母公司 Sunshine Biscuit 咧規模係比較細嘅。Oreo 一推出就擺喺貨架最當眼嘅位置，同自己公司嘅其他餅乾例如 Ritz 各方面一齊賣，互相帶動。即例如有啲回購嘅客人，佢走埋去買包 Ritz 嘅時候，佢見到同一個品牌推出一個新嘅 Oreo， 咁你當然都會順手買一包去試下。第三就係 Oreo 佢識得進化，而 Hydrox 係死守嘅。Oreo 從來都唔係一成不變嘅喎。1930年代佢哋改良咗呢個奶油配方，改到更加滑同埋更加甜。1950年代仲推出咗 Double Stuff 呢個雙倍奶油。1970年代開始用呢個擰一擰、舐一舐、浸一浸做賣點。相反 Hydrox 一早堅持呢個就原味原配方，覺得自己先係正統嘅，唔應該跟風或者改變。結果就係 Oreo 越嚟越大眾化，而 Hydrox 開始有少少似好似老人家嘅餅乾咁樣樣。第四就係廣告戰啦。Hydrox 賣廣告成日都講我哋係原創嘅，我哋更加純正。呢一種道德高地嘅宣傳，對於一般嘅家庭主婦同埋細路仔嚟講，其實係冇乜吸引力嘅。而 Oreo 就完全相反，佢哋唔提抄襲，淨係講歡樂、開心同埋強調親子時間。廣告入邊永遠都係細路仔扭開啲餅乾、浸牛奶同埋笑得好燦爛咁樣樣嘅。結果 Oreo 咧就變成大家嘅童年回憶，而 Hydrox 咧亦都變成咗歷史教科書啦。第五就係 Oreo 嘅致命一擊，收購對手。1998年 Nabisco 即係 Oreo 嘅母公司做咗一個好狠嘅決定，直接收購咗 Sunshine Biscuit， 然之後將 Hydrox 逐漸邊緣化，減少生產線，甚至有一段時間係完全停產嘅。係可能係我抄咗你嘅意念，但係一步一步財雄勢大之後就買起佢。嗱，呢個講起買起佢咧，係收購翻嗰個原本嘅公司啊。而 Oreo 係點樣由美國嘅經典變成全球嘅經典嘅呢？首先第一，中國市場一場漂亮嘅翻身戰下。1996年 Oreo 進入中國，本身咧係失敗嘅喎。點解咧？因為太甜，中國人咧其實覺得有啲難食嘅。而 Oreo 做咗一個好大膽嘅決定，就係改配方，降低甜度，甚至推出咗綠茶味、芒果味同埋雲呢拿味，包裝改細，價錢亦都降低。結果就係Oreo 今日已經係中國銷量第一嘅夾心餅啦。而第二就係社交媒體時代，你幫我整廣告啊。Oreo 咧其實好早就意識到二次創作嘅力量噶咯，佢哋鼓勵網民將 Oreo 浸落唔同嘅飲品入邊，牛奶啊、豆漿啊、咖啡啊各方面。而 Instagram 同埋 TikTok 上面咧亦都有大量嘅片段。最經典嘅係2013年 Super Bowl 停電嘅時候， Oreo 喺 Twitter 出咗一張圖，寫住 You can still dunk in the dark。嗱，呢一個抽水真係靚到咧。第三就係口味超級多。Oreo 推出超過85款嘅口味，有花生醬啊，有生日蛋糕味，甚至有啲泰國版嘅辣雞翼味，甚至有中國嘅西瓜味啊、抹茶味啊咁樣樣。而 Hydrox 永遠都係得一個味。咁講到尾啦 ，Oreo 成功嘅秘訣係咩呢？有幾個唔同嘅因素嘅。首先第一就係抄襲係入場券嘅啫，進化先至係關鍵。第二就係一個好嘅品牌名，相當重要。第三就係要同消費者建立呢個情感嘅連結。第四就係資本同埋渠道，永遠都係最後嘅贏家。好啦，今日講到係呢一度。如果你都中意呢一類嘅商業故事或者創業故事嘅話咧，記住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我哋下次再見，拜拜。